物件拢会起价，行政院是表示讲，明年军公教会加薪4%。财政部长曾翠云伫立法院嘛表示，除了台银、土银这两间关股银行，其他亲像是华南一银合库等公股银行，卖来调薪4%到5%。另外，主计长朱德明嘛指出讲，目前已经变44亿的预算，准备要提供退休军公教委退金的调整。进前行政决定年增298亿预算替军公教加薪4%，好真侪上班族是真心酸。即马财政部长曾翠云也伫立法院表示，八大公股民营行库每年拢会加薪水。公股行库要加薪，预计加薪的幅度，你认为要落在多少？目前就我们所知公股民营的银行目前来说，他们的加薪的幅度大概在4%，所以有些必须要经过他们的董事会通过。国营的部分当然因为他们也在计算相关的数据当中。曾翠云表示，每年除了台银、土银两间100%关股银行，亲像华南一银合库等公股银行会调薪4%到5%。调黄金已经宣布通过加薪4.5%，加薪的幅度超过公务人员。那加上考绩加升欠振兴，明年整体加薪的幅度有希望超过8%。只是明年军公教调薪4%了后，退休的军公教月退金是不是对咧调悬，也引起大家关心。退休的军公教人员也会有适当幅度的调整，是不是？宽列金额是44亿元，将来如果委员会做了决定，我们就会按照那个支付。台铁做的是国内贫富差距已经创10年来新高，虽然薪水调整也是足袂着物价起价。主计长朱德明认为，若要改善贫富差距，都要透过社会福利支出，所以社会福利支出预算为4600多亿增加到7130亿，成长17.5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